匈牙利的总统罗瓦克是匈牙利上届少年，嘛是头一个女性的总统。这个总统因为下边一个讲性侵的查甫人，是引起众人大力的批评。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，伊伫2月初10宣布辞职。 前个示威者伫个匈牙利总统诺瓦克的办公室外口大声抗议，要求伊落台。因为诺瓦克伫去年4月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来访问布达佩斯期间，宣布赦免差不多24个犯人，其中一个儿童之家副院长因为涉嫌叫标遭到性虐待儿童撤回告诉，遭到法院定罪。 46岁诺瓦克面临国家舆论真大压力，伊伫初10透过国家电视台宣布辞职，佮表示要向遐伊伤害过，或者是感觉伊无为受害者挺身而出的人回失礼，也承诺即马甲未來拢會保護囡仔甲家庭。 Államfőként ma utoljára szólok önökhöz. Lemondok a köztársasági elnöki tisztségről. 诺瓦克原本是家庭政策部长，伫2002年3月，成做匈牙利第一位女性总统，也是上少年总统，是总理奥班的盟友。自从媒体伫顶礼拜报道这项特赦决定了后，反对派就一直要求伊都要辞職。Hát én örülök neki, de ezzel nincs megoldva, úgy gondolom. Utána élethosszígtartó jutalmazás, testőrség, lakás, pénz, és azt mondja, és 为了挽回民心，总理奥班伫初8暗时亲身向国会提交一项宪法修正案，要取消总统有特赦侵害囡仔罪行的权利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